各位觀眾，歡迎收睇緊貼體壇脈搏嘅競健群英。今集嘅內容有學界足球、學界籃球、學界乒乓球、甲組足球聯賽。咁除此之外，仲有東亞超級籃球聯賽、全澳鐵人公開賽、本年度第2場電單車錦標賽、全澳羽毛球公開賽等等。過去一星期上演咗多項嘅學界賽事，其中足球 A 組決賽由澳門葡文學校對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安營。冇錯啊！咁結果葡文學校憑住費里拿喺補時階段攻入致勝一球，以1-0絕殺澳大附校，攞到冠軍。今屆學界足球 A 組決賽，咁兩間嘅學校啦，都係喺決賽比較新鮮嘅面孔嚟㗎。咁就係深色衫嘅澳門葡文學校對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喺澳門運動場呢一度啦，都見到唔少嘅觀眾入場支持翻佢哋嘅球隊。葡文學校嘅實力更高一籌㗎，咁幾乎咧全場比賽都壓制住澳大附校。陳達喺左路窄角度試射一腳就射中網側。葡文學校今屆表現得相當強勢㗎，咁晉級過程啦擊敗衛冕嘅聖公會中學，以全勝嘅姿態嚟到決賽。咁期間係攻入咗9球，僅失1球，咁自然就成為奪冠嘅大熱門。咁值得留意嘅球員啊，就係佢哋嘅隊長10號嘅費利拿。喺學界嘅舞台嚟講啦，明顯係高一班㗎。上半場大部分嘅形勢啦，都係葡文學校圍攻住澳大附校嘅禁區嚟踢。講到最辛苦啊，就係澳大附校嘅守門員蔡子林，多次為球隊化解危機。葡文學校當然就希望快啲爭取入球，多次就利用罰球或者係角球啦，一腳斬入禁區，期望係製造混亂，能夠揾到一啲嘅甜頭㗎。但係最後都係被門將蔡子林沒收。見到葡文學校嘅主教練路易斯，佢就當然希望球員嘅把握力好啲，好似呢一球咁啊，又係罰球斬入禁區。一片混亂之下入球都係未出現。呢一個嘅攻勢可以話係上半場嘅一個縮影嚟㗎。葡文學校嘅攻勢就一浪接一浪。呢一次由亞德處理罰球，選擇直接攻門。蔡子林都已經打醒12分精神嘅啦，撲出底線。感覺上啦，澳大附校失波係遲早嘅事。見到球迷都睇到好緊張啊，因為基本上澳大附校上半場啦，一腳似樣啲嘅射門都製造唔到。嚟到完半場之前就有一球，黎正林左路嘅罰球選擇直射，但係就偏離目標。葡文學校嘅門將加比亞爾今場撲救嘅機會就唔多，喺半場嘅補時階段仲差啲釀成大錯。出迎到角球旗附近就俾人偷波，但係澳大附校呢邊都把握唔到機會。慢鏡睇翻加比亞爾呢一球有啲孤寒啊，諗住就等到個波流出底線。半場兩隊賽和0-0。澳大附校相信佢哋賽前嘅部署都係第一個穩守突擊嘅戰術，甚至乎係諗住死守守到完場就互射12碼分高下添㗎。因為澳大附校今屆就展現咗黑馬嘅本色，喺淘汰階段8強同埋4強都係憑住互射12碼擊敗培華中學同慈幼中學，都係一個合理嘅戰術。換邊之後有一次嘅反擊差啲就成功。但係黎正林就慢咗半步啊，被門將加比亞爾出迎化解。呢一次嘅攻勢可以話係澳大附校成場嘅黃金機會嚟㗎，但係就把握唔到啦，再為呢一場嘅比賽增添懸念。而葡文學校嚟到下半場嘅攻勢更加之凌厲，迪派華喺禁區頂養過幾個防守之後起腳，但都未能轉化成入球。澳大附校想守和射12碼，都要先睇得住葡文學校嘅隊長費利拿，因為費利拿今場嘅表現的確係相當出色。呢一次嘅攻勢啦，利用速度從後偷波，但係角度就窄咗啲啊。呢一腳嘅假動作都靚㗎，只不過射門唔中目標。費利拿繼續憑住佢出色嘅體能同埋個人技術不斷製造威脅。呢一次就喺右邊突破。同樣係窄角度嘅射門嚟㗎，蔡子林勉強撲出底線，幾位嘅防守球員都係限制唔到費利拿。時間越嚟越少㗎啦，雙方仍然未打破僵局。但係隨住兩隊嘅體能下降啦，尤其是係澳大附校呢邊，越嚟越多嘅空位俾葡文學校有機可乘。時間嚟到補時階段，一個長達6分鐘嘅補時，仍然都係葡文學校嘅攻勢。馬些到一腳直線傳俾前面嘅費利拿，
咁費利拿即時射一腳遠處，個波啱啱好就中內柱彈入。喺補時嘅最後階段啦，成功攻破澳大附校嘅大門，上演絕殺。咁睇翻慢鏡，蔡子林啦就以為個波會碌出底線，但係就預計錯誤啊，冇作出撲救嘅反應。咁之後球證吹起完場嘅哨子，咁結果呢一場嘅學界 A 組決賽啦，憑住費利拿一戰定江山，葡文學校1-0小勝澳大附校，奪得今屆學界 A 組嘅冠軍。澳大附校飲恨屈居亞軍。Incredible! It's like a dream, you know, scoring the last minute of the game in the final. Wow, incredible. Through every match, we got better and better. At first, no one thought we could become champions, and then once we were playing every game, we started to think we could be champions, and that's good. We improved every match. I think we behave well. We have a good performance, and to be fair, the result was fair because during the game our performance was better than the other team. 一開始太緊張，跟住損失咗好多嘅體能，去到臨尾就可以即係陣型有啲散咁樣，所以先會導致失波咁樣。今日好似比賽咁樣啦，確實去到最尾補時階段先輸一球。賽前嘅準備，我覺得我啲球員200% 做晒出嚟，發揮得好好，非常之滿意。但係都係恭喜對手，佢哋係踢得好少少嘅，所以佢哋值得呢個冠軍。希望我哋下年可以捲土重來咯。賽後隨即進行頒獎嘅儀式。今屆學界 A 組嘅季軍係粵華中學，亞軍係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而冠軍係屬於澳門葡文學校。至於今屆嘅最佳射手獎，由慈幼中學嘅吳宇軒奪得。至於學界籃球 A 組決賽，上星期亦都順利完成。花地馬聖母女子學校最終以58-48擊敗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重奪失落一屆嘅冠軍。男子 A 組方面，培正中學成功衛冕，以64-57擊敗鏡平學校，連續2屆封王。學界籃球男女子 A 組嘅決賽喺上星期都圓滿落幕啦。先同大家睇下男子 A 組嘅賽事，由8-3嘅培正中學對鏡平學校。培正喺4強啦就擊敗粵華中學，而鏡平啦就淘汰賽龍子弟學校，喺相隔4屆再度躋身決賽。今場大部分時間都扮演追分嘅角色啊。高德豐避過防守球員攞分，同隊友阮正峰今場同樣攞到最高嘅18分。但半場仍落後26-34。鏡平嘅主力李翔目前係效力高級組聯賽球隊黑熊，自然就受到重點招呼。相反，培正打出團隊籃球，有5人得分上雙。何正維同隊長許希樂各攻入15分。衛冕嘅培正喺第3節更限制對手只得9分進帳，成功拉開到雙位數嘅優勢。鏡平喺最後一節只好放手一搏。今場貢獻12分嘅李翔命中3分波，一度追到落後6分㗎。不過喺剩低時間，培正做好部署，冇俾鏡平扭轉局面，最終贏64-57，連續2屆封王。心情非常之激動啦，因為都係第2次踏足呢個塔石嘅決賽啦，亦都攞到第2座冠軍，所以心情非常之開心。我覺得關鍵都係放喺防守同埋卡位籃板嗰度咯。因為冇防守，其實就好難去攞到呢個冠軍咯。因為我哋限制咗對方嘅主力啦，成個進攻嘅流暢度啦都非常之好啦，所以我覺得呢2點就係贏波嘅關鍵。今場決賽其實發揮得好好嘅，都係我預期之中嘅。咁後面係有啲亂流嘅，咁但係前面都領先得多啦，咁所以後面都頂得住壓力球隊，咁所以有贏到落嚟，我都好滿意嘅，好滿意球隊發揮。我覺得係冇發揮出正常嘅水平啦，因為係第一次踏上呢個決賽嘅呢個舞台啦，咁點講都會有啲緊張啦。咁第一節我哋開頭就俾人領先10分啦，咁成場都好被動啦，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今場輸波嘅最大原因咯。上半場出到嚟呢係球員比較緊張啦，壓力比較大嘅，所以上半場係打得比較失常啦，比平時嘅水平係跌咗㗎。咁到慢慢到下半場先至慢慢揾到感覺，同埋成個心態先開始放開放鬆，先至叫做發揮翻正常嘅水平咯。
個人獎方面啦，培正嘅許希樂榮獲籃板王。至於鏡平學校嘅高德豐，一共攞到81分，攞到得分王嘅獎項。三分王就由李翔攞到，一共射入10個三分波。培正中學上一屆係相隔超過40年再度贏得冠軍，今屆成功衛冕。女子 A 組方面，決賽由巴森嘅加洛薩聖心英文中學對花地瑪聖母女子學校，兩隊已經係連續3年喺冠軍戰風頭。衛冕嘅聖心英首節利用3分波嘅攻勢，一度拉開到10分架。不過花地瑪喺第二節開賽就打出一段10-0嘅攻勢，慢慢拉近比數。但力爭衛冕嘅聖心英好快重新主導隊長李梓晴喺外線起手命中，攞到全隊最高嘅15分。而上屆奪冠主力之一嘅林庭宇貢獻8分同18個籃板球，半場領先到30-21。睇翻兩隊嘅晉級過程啦，聖心英喺4強淘汰培正中學，花地瑪就擊敗高美士中葡中學。頭兩節受壓嘅花地瑪喺下半場打出反撲氣勢，馮思雅射入關鍵嘅3分波，成功反超前。花地瑪喺最後一節趁住對方主力李梓晴因傷短暫退下火線，稍為拉開分差㗎。功臣不得不提馮思雅，佢斬獲全場最高嘅17分，喺尾段繼續有穩定輸出，最終協助花地瑪以58-48擊敗聖心英，相隔一屆再度攞到冠軍。好興奮啦，又好開心，因為我哋失而復得呢個冠軍，然後我哋由輸嗰刻就開始準備呢一場比賽，所以好多謝 Miss 一直陪住我哋咯。上半場啲同學都還仲係比較協場因為始終我哋突然間變換咗個防守嘛，咁下半到第3節嗰陣時，我哋馬上調整，叫佢哋盡量以切入為主，所以我哋切入嘅時候咧，就搏咗對方好多犯規。我對我哋球隊咁一場嘅表現，其實我係覺得係100分嘅。即係我覺得大家都擺盡心機去防守或者進攻方面，我都覺得係好滿意嘅。講話唔會唔開心，一定唔會信啦。但係我覺得更加多嘅係一個回憶咯，即係都係高3啦。即係我覺得大家即係見到可以同我嘅隊友一齊打埋最後一年波，其實我覺得喺往後嘅日子望翻起，我覺得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好開心嘅回憶咯。我覺得其實佢哋都表現得好好啊。咁確實對方比我哋更加積極啦，咁所以喺雙方嘅防反上邊，其實反而令我覺得好欣賞去觀賞呢場比賽咯。至於個人獎方面，花地瑪嘅莫秋平榮獲籃板王，隊友曾楚雲就攞到得分王嘅獎項，三分王由聖心英嘅隊長李梓晴攞到。花地瑪成功重奪失落一屆嘅冠軍。另外，學界乒乓球方面亦都進行咗 A 組嘅決賽，其中係女子組，培正中學嘅張子萱直落2局擊敗國際學校嘅黃章嶺，首次喺 A 組封后。而男子 A 組決賽，賽龍子弟學校衛冕嘅鄭孔威就以局數3-1擊敗勞校中學嘅許少峰，實現2連冠。今屆嘅學界乒乓球男子 A 組決賽，由面向鏡頭賽龍子弟學校嘅鄭孔威對勞校中學嘅許少峰，打5局3勝制。力爭衛冕嘅鄭孔威首局贏11-5。集訓隊成員嘅鄭孔威近期先後喺何賢紀念杯同埋青年單打賽收穫冠軍，之後亦都會參加全運會選拔賽，緊接一局再贏11-5。至於許少峰喺首次打入 A 組決賽，落後2局之下已經冇退路啦。第3局就放開手腳打，表現回勇，同鄭孔威周旋到刁時。呢一局出現多次來回多板嘅鏡頭，許少峰喺刁時贏14-12，追翻一局。兩位球手都係屬於同一個球會㗎，平時會一齊練波，都熟悉對方嘅打法。但係今場更勝一籌嘅係鄭孔威，第4局先落後1-4之下，最終係實現反勝，贏11-6，局數3-1勝出，喺學界 A 組實現2連冠。許少峰屈居亞軍，而季軍係浸信中學嘅蔣俊軒。各方面嘅戰術上面都比較熟悉啦，我哋對方都咁平時都一齊練波咁真正到決賽上面，比賽賽場上面都撞過好多次啦，所以今場決賽自己都係即係都有少少做好
困難嘅準備啦，因為畢竟對面都係對面係最後一年高三，所以可能播得比較準啦。自己都希望可以贏到落嚟攞到冠軍。轉去睇下女子 A 組決賽，戲碼同上一年一樣，都係由南山培正中學嘅張子軒對國際學校嘅黃章玲。上屆屈居亞軍嘅張子軒，今次成功實現復仇，連贏2局11比9同埋1局11比4，直落3局擊敗黃章玲，首次喺 A 組封后。我覺得好開心、好激動啦！即係升咗早3年，跟住終於可以攞到冠軍。我覺得決賽打得好積極啦，之後打得好釋放啦，即係唔會好似之前咁樣冇跟到嗰個波。至於女子 A 組嘅季軍，由培正中學嘅李歸偉奪得。甲組足球聯賽展開第3輪賽事，出現唔少意外嘅賽果。衛冕嘅賓菲加1比4不敵升班馬少將，奧科精英就被清風逼和2比2。咪3輪過後啦，只有澳門大學係保持全勝，今輪以5比1大勝聯絡，以2分優勢排名首位。甲組足球聯賽嚟到第3輪嘅賽事，先同大家睇下男生嘅澳門大學對聯絡。澳門大學開季前2場先後擊敗賓菲加同嘉華，相反聯絡亞就係未贏過。澳門大學喺完半場前2分鐘，施浩然主射嘅罰球打開缺口，協助球隊半場領先1比0。換邊後只係9分鐘，施浩然接應李正林嘅橫傳撞入，個人梅開2度，拉開比數到2比0。聯絡未能揾到入波機會之餘，3分鐘之後一次後防失誤，文澤蘭把握機會射成3比0。不過喺之後澳大呢一邊都有一次大意失誤。聯絡就轉守為攻，接應黃宇正捉緊機會，為球隊追成1比3。呢個亦係佢哋今季首個入波，成功破蛋但就未能扭轉敗局。澳門大學喺之後仲有左狗間貴超同蘇憲能嘅入波，最終以5比1大勝聯絡，開季連贏3場。另一場粉紅衫嘅奧科精英對住清風，雙方賽前同樣都未輸過。奧科精英過去2場更零封對手添加，兼炮製15個入波。開賽只係5分鐘，朗奴喺混戰中射入，協助球隊先開紀錄。不過清風好快揾到攀平機會，黃燦起主射嘅罰球，黃俊南門前加一腳，只係用咗3分鐘就追平比數，仍係今屆首支隊伍攻破奧科精英嘅大門。不過開心時間唔夠5分鐘，奧科精英隨即以罰球回應。艾拉奧組1射1網，半場領先到2比1。雙方攻勢不斷㗎，清風喺換邊後4分鐘，金文叔喺禁區頂起腳，門將何文輝跣一跣腳，未能阻止個波入網。呢名韓國外援連續2場都有波入，最終雙方賽和2比2。奧科精英失去榜首位置，但以較佳嘅得失球力壓清風排第2。至於男生嘅嘉華，上仗0比2不敵澳門大學，錄得今季首場敗仗。今仗喺微雨之下對住士砵亭，大部分時間都壓制住對手。丹尼爾快速推進，睇準時機1射1網，開賽21分鐘為嘉華先開紀錄。除咗外援之外本地球員都有好表現㗎。何嘉誠接應梁冠滔傳中撞入，相隔只係2分鐘就拉開比數到2比0。收穫多屆射手獎嘅高美斯，29分鐘利用頭槌頂入，上半場嘉華領先到3比0。外援丹尼爾腳風極順，下半場15分鐘再揾到入波機會，個人梅開2度。士砵亭今仗都有零星嘅攻勢㗎，但就把握唔到，喺之後都守唔住嘉華猛烈嘅攻勢。高美斯再嚟一次頭槌，為球隊領先到5比0。呢名射手喺之後時間更博得12碼，親自操刀完成無支戲法，領先到6球嘅嘉華都未有腳軟喺完場前9分鐘，後備入替嘅加比爾都有收穫。4分鐘之後再趁住對手唔集中，梁偉謙幫嘉華射成8比0，錄得今季第2場勝仗，士砵亭開季3連敗。另一場黑白衫嘅升班馬少將對住衛冕嘅賓菲加出現意外賽果，少將喺上半場憑住黃之鋒嘅入波領先1比0。
賓菲加喺換邊後16分鐘啦，雖然有艾美達追平比數，但係之後嘅防線被徹底撕破。干薩利斯同馬菲巧妙嘅配合，射成2比1。落後嘅賓菲加，金志豪打算解圍，點知變成鬼烏龍，少將領先到3比1。少將喺完場前4分鐘啊，再有干薩利斯錦上添花，最終以4比1擊敗賓菲加。最後同大家睇埋紫衫嘅千葉對住恒勢，雙方今場鬥得非常緊湊。見到呢一邊啊，千葉嘅後防較為失誤，亞道即刻把握機會一射一網，開賽20分鐘為恒勢先開紀錄。開季錄得2連敗嘅千葉力爭打開勝利之門，喺完半場前上演一輪精彩嘅反撲。黎家俊接應馬夫斯嘅傳送頭槌頂入，上陣只係6分鐘就攞到一波。稍後啊，再嚟一次快速反擊，被史巴斯顛笠過門將射入，千葉半場反超前到2比1。力爭2連勝嘅恒勢喺換邊後5分鐘有林樂贏到一波，追成2比2。不過最後都係要輸波啊！千葉之後有祖利亞同史巴斯顛梅開二度，一口氣拉開優勢到4比2。即使恒勢喺補時階段有黎浩達嘅入波，最後都要輸3比4。千葉攞到開季首勝。之後就同大家睇下積分榜嘅形勢啦。喺完勝3輪之後，澳門大學係目前唯一一支全勝嘅球隊，有2分優勢排首位。至於澳科精英同清風喺今輪賽成平手，澳科精英以較佳嘅得失球力壓清風排第2。至於喺今輪都贏波嘅嘉華同少將，嘉華同樣以較佳嘅得失球壓過對手排第4。今輪輸波嘅賓菲加就跌到第7。至於聯絡同士砵亭今季仍未打開勝利之門，而第4輪嘅賽事將會喺星期3晚展開，先有賓菲加對聯絡，星期4就會有澳科精英對千葉，以及澳門大學對住士砵亭，而喺星期5晚就有恒勢對少將，嘉華對清風，地點同樣係連峰球場。呢段時間先休息一陣，節目嘅第2部分翻嚟，仲有其他本地體壇消息。歡迎翻到嚟節目嘅第2部分。今節啊，首先關注喺澳門舉行嘅東亞超級籃球聯賽。其中前 NBA 球星林書豪坐鎮嘅新北國王，以4分險勝琉球黃金帝王，以季軍完成今屆賽事。至於冠軍戰同樣精彩，日本球隊廣島蜻蜓同中華台北球隊桃園領航員同樣鬥到最後一刻先至分勝負，結果廣島蜻蜓贏72比68，收穫冠軍。東亞超級籃球聯賽4強至到決賽嘅賽事都喺澳門舉行。首先就睇下最為焦點嘅決賽，由白衫日本球隊廣島蜻蜓對中華台北嘅桃園領航員。廣島蜻蜓係上一屆日本 B League 聯賽嘅冠軍嚟㗎，係奪冠嘅熱門。上一場擊敗另一支嘅中華台北球隊新北國王。今場面對桃園領航員首節已經係拉開優勢，志島良突破上籃得手，協助廣島蜻蜓一度領先雙位數。但係桃園領航員之後力追，白耀成回敬一球上籃，首節桃園領航員追至落後1分，18比19。廣島蜻蜓陣中有唔少美國籍嘅出色球員，嚟到第2節曾經打出一段8比0嘅攻勢，稍為拉開。碧克舒亞呢一度嚟一球雙手入樽，佢全場攻入咗13分同搶到15個籃板球，做出雙雙。慢鏡再睇一次呢一球嘅入樽相當有力量㗎。半場廣島蜻蜓領先35比29。至於伊雲斯嘅表現更加出色，呢一球頂住布朗嘅防守壓力，轉身嚟一球勾手。伊雲斯貢獻18分同搶到11個籃板球，同樣交出雙雙數據。桃園領航員上半場嘅命中率唔夠30%，嚟到第3節亦都一度陷入得分荒格，再一次係落後雙位數。不過之後佢哋努力追分，球隊嘅主力球員盧俊祥射入3分波，斬獲全場最高嘅20分，帶領球隊打出一段18比2嘅攻勢，實現反超前。
剩翻5分零鐘啦，兩隊陷入一段長時間嘅拉鋸戰。桃園領航員挺身而出嘅都係盧俊祥。另外仲有白耀成射入3分波。喺最後階段啦，桃園領航員有1分優勢。但係關鍵時刻啦，睇漏咗伊雲斯，俾佢輕鬆籃底攞2分。最後嘅9.2秒，桃園領航員落後68比70。最後嘅攻勢交俾盧俊祥。令人意想不到嘅係，被杜布留打荷包，順勢完成上籃，正式宣判今場嘅比賽結束。結果廣島蜻蜓72比68擊敗桃園領航員，奪得今屆賽事嘅冠軍。Man, I'm excited we were able to pull it out. We made some big plays down the stretch, got a couple steals and a layup, man, and pulled it out. I'm happy. A great environment, all the facilities were amazing. It was a great event. So to come here and be able to pull off a championship is all I could ask for. 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再做得更细腻一点，这就是我在东超学到的东西啊。然后在之前在打国际赛的经验，我需要去弥补的。对，那我觉得如果哪一天还是在关键的时候需要我这个球员的话，我希望我下次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打过最艰难的比赛，有点难过。对，那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跟我的队友还有教练团能奋战到现在这一步，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至於就是有些不足嘅地方，我覺得都是給我很好的養分。至於季軍戰方面，有前 NBA 球星林書豪坐鎮嘅新北國王對金色衫嘅琉球黃金帝王。今場新北國王啦，大部分時間係個位數落後，嚟到最後一節啦，先至係掀起高潮，由落後6分一路追趕。林書豪受到嚴防，交俾外線嘅蘇士軒出手，命中關鍵嘅3分波。協助球隊最後關頭反超前2分，剩翻幾秒鐘，新北國王冇俾琉球黃金帝王再得分，結果係贏84比80，以季軍完成今屆賽事。原定喺去年12月進行嘅全澳公開鐵人陸上雙項賽，延至過去嘅週末上演，積分會納入翻2024年度賽季。焦點嘅男女子公開組冠軍分別由陳俊業同許朗贏得。其中陳俊業做出全場最快時間，同時亦都係青年組封王。呢日天氣清涼，有利於選手嘅發揮，擦出快時間。呢項全澳公開鐵人陸上雙項賽原定係舊年嘅最後一場比賽，但因為天氣同各種不確定因素，由上年12月延到呢個週末上演啦。積分就會照納入翻2024年度賽季。係喺氹仔東亞運動會體育館附近舉行，分為13個組別角逐。焦點嘅男女子公開組及公開青年組就一同出發啦。率先進行嘅係跑步，大約係4.56公里。當中大部分係集訓隊成員。其中19歲嘅陳俊業就成為今場嘅焦點啦。首圈之後就明顯帶出，保持住優勢，最快嚟到換項區。接住就係16.32公里嘅單車。上年同今年嘅成績都係甄選全運會代表隊嘅考慮範圍之內。另一名集訓隊選手周文傑發力追趕，超越陳俊業，兩人上演多個精彩拉鋸畫面啦。佢哋喺月頭都有跟隨代表隊去到香港參加15運鐵人3項測試賽，佢哋都趁機以賽代練，並且提前感受到全運會嘅競賽氣氛。相隔大約1個星期，翻到嚟澳門鬥本地賽事，睇嚟都恢復得唔錯啊！陳俊業同周文傑係同時嚟到換項區啊，但係陳俊業就因為換鞋嘅問題，錯失咗唔少時間啦。周文傑率先展開最後2.28公里嘅跑步，趁機拉開距離啊！陳俊業並未氣餒，調整好心態，保持住穩定嘅發揮，逐漸收窄翻差距。尾段周文傑嘅節奏放慢咗落嚟，陳俊業就乘機而上，喺最後半圈爬頭再度領先，率先衝過終點。做出全場最快嘅50分3秒130，力壓第2位嘅周文傑喺男子公開組及青年組都收穫冠軍。佢其實有時有好多次都甩咗好多對手嘅策略都鋪排得好好。不過好彩我都係單車嘅實力咧都同佢差唔多，如果唔係咧俾佢拉開咗咧，我跑步就算幾快我都冇用啊。而女子公開組方面，大師姐許浪因為近3個星期鬥咗3場比賽，呢次就大部分時間留守喺大群，
至到最後2圈跑步就展現出優勢啦，未受到太大壓力之下率先衝過終點，做出嘅時間係52分41秒920，贏得女子公開組錦標。吳婉欣同陳桂香就分別攞第2、3名。Đáp bộ là ba đáp theo bề thời nhập đầu man đời bậc ban đợi đâm im hát bộ đâm bởi bề in ai hư đờ ai như đang thế đồ ai đáp bảo đồ ok ghê đồ ai người đâu đâm để thằng lẹ đồ bề gam người hát bậc ban à。而男子15歲以下組，莊氏兄弟莊正朗同莊正南包辦冠亞軍；而女子15歲以下組，黃佩瑜力壓梁樂儀，贏得錦標。賽後隨即進行頒獎禮。至於本年度嘅鐵人賽事，將會喺下個月20號展開，一共會上演6場比賽。本年度第2場電單車錦標賽繼續設有4個項目，其中最高級別嘅250cc 4衝程電單車賽共有8位車手角逐安營。冇錯啊！衛冕總冠軍嘅澳門車手黃文飛延續狀態，繼首個回合之後，成功再次贏得冠軍。本年度電單車錦標賽一共有8場，每場鬥2個回合。嚟到第2場嘅比賽啊，繼續設有4個項目。先同大家睇下最高級別嘅250cc 4衝程電單車賽，共有7位本澳車手同1位香港車手角逐。衛冕總冠軍嘅黃文飛駕駛42號車，呢位澳門車手啊喺上個月舉行嘅首場賽事已經贏得冠軍㗎啦。賽前喺總成績同2號車嘅彭海峰同分，今場啊基本都係由呢2位車手爭奪頭位啊。黃文飛喺中段超越彭海峰之後就越拉越遠啦。最終黃文飛首先衝過格仔旗，最快完成第2回合共15圈嘅賽事，連續2場贏得冠軍。彭海峰得第2。上個回合因發生意外未能完成賽事嘅歐孝遠，呢一次就排名第3。150到 190cc 方面，前日食都係由本澳嘅9位車手參賽。駕駛1號戰車嘅劉俊樂，早段啊尾隨住頭位白色車嘅歐陽豪，一直等待時機爬頭。劉俊樂啦喺首個回合係贏得冠軍㗎，喺之後能夠沉得住氣，成功反超前，最終力壓黎俊賢同苗軒，連續2場封王。至於今年新增嘅150cc 4衝程電單車賽，共有7位車手參加，見到駕駛53號戰車嘅黃柱勇同43號戰車嘅張啟文，早段已經帶出㗎啦。呢2位香港車手啊鬥得非常之激烈啦，黃柱勇更一度反超張啟文，進佔領先位置。咪之後啦，黃柱勇啊就再冇落後過啦，成功做出最快時間。頭3名啊都係由香港車手包辦，黃柱勇贏得冠軍，張啟文同潘棟山名列2、3。迷你電單車組方面係最多選手參加嘅組別，共有13位。本澳車手梁偉森好快拉開差距，成功脫穎而出，贏得冠軍。譚子軒同黃嘉誠排名2、3。第3場嘅電單車錦標賽將會喺下個月27號舉行，而喺今個星期6喺路環小型賽車場將會有本年度第2場小型賽車錦標賽。過去嘅1星期，本地多項賽事決出冠軍，其中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經過2日嘅角逐之後，最終由方鴻宇攞到高級組錦標。至於全澳羽毛球公開賽，裴鵬峰同小將陳巧慧分別收穫男女單冠軍。先同大家睇下男子單打決賽，係羅梁內訌戰啦。由藍衫嘅裴鵬峰對梁玉聰，裴鵬峰開波之後迅速進入狀態，首局基本佔據上風，以大比數21比10領先一局。裴鵬峰喺本地賽事擁有霸主地位，曾經6次喺公開賽男單奪冠。呢位全職運動員今年最大嘅目標係全運會，正係積極備戰。之後就會到內地進行一系列嘅集訓。喺第2局都係掌控住主導權，決勝分輕鬆打到後場，結果贏以11比13，直落2局勝出，係7年內第6次喺男單封王，收穫公開賽第7個單打冠軍。
而女子單打決賽就由面向鏡頭嘅陳巧慧對陳彥坤。呢名16歲小將近年喺集訓隊表現突出，喺呢一場展現實力，最終陳巧慧直落2局擊敗陳彥坤，首次係女單封后。呢項本澳最高水平嘅羽毛球賽事，近年開放俾澳門居民以外嘅球手報名，增加比賽競技水平。女雙冠軍就由83前國家隊球手于小涵夥拍潘秋雨攞到。梁玉聰雖然喺男單失利，但喺男雙夥拍黃國永就擊敗裴氏兄弟裴鵬峰同裴子津，以及喺混雙就夥拍吳詠智勝出，今屆收穫2項錦標啊！過去嘅1個星期啦，多項賽事產生冠軍，一連2日舉行嘅澳門青少年保齡球公開賽亦都落幕。比賽喺路氹保齡球中心舉行，按照年齡分成4個組別，包括初級少年組、初級青年組、中級組同高級組，吸引接近80位年青選手參加。焦點嘅高級組賽事啦，就有18人角逐，以6局嘅總分定勝負。喺新生代之中，較為搶眼嘅方紅瑜，過去已經多次代表澳門外出比賽奪得獎項。舊年就喺呢項賽事參加中級組收穫季軍，今年參加高級組發揮搶眼，6局都攞到唔錯嘅分數，最終總分攞到1187分，以35分嘅優勢力壓唐文俊奪得冠軍。而衛冕嘅譚偉聰就攞季軍。至於趙卓然就攞到中級組同埋初級組青年組錦標，初級少年組冠軍就由許純元攞到。除咗精彩嘅競賽之外，為咗慶祝300國際婦女節，邀請到武術運動員蘇楚文同埋健美運動員龔欣欣分享訓練嗰陣嘅心路歷程同成功心得。蘇楚文舊年喺亞洲武術錦標賽集齊金銀銅3色獎牌，呢位全職運動員鼓勵更多女性堅持運動，建立良好嘅身心狀態。咁其實女仔都係可以去出嚟做多啲體育運動嘅挑戰，咁其實你可以改善你嘅體態之餘，你又可以提升你嘅心理素質啊，各個方面其實都係可以有好大嘅成長咁咯。至於堅持健美超過10年嘅龔欣欣，舊年喺亞洲健美錦標賽收穫金牌。龔欣欣呼籲女性每日都應該抽少少時間做運動。每日出嚟抽時間出嚟去散步或者去做運動，可以令到自己個無論精神上邊啊或者壓力方面都可以得到呢個緩解咯，或者會令到個身體個狀況啊質素都會提高咯。主辦單位表示，體育女性對社會作出唔少貢獻，期望透過分享激勵更多女性參與體育運動，施展才華。好啦，今集節目時間又差唔多。競健群英除咗星期2晚10點半首播之外，星期3上午10點半喺澳視澳門，11點20分喺澳門資訊，同埋下午6點喺澳門體育都會有重播。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哋嘅網站重溫今集內容。提提大家啦，本台今個星期會直播多項足球賽事，包括歐冠、歐聯、歐洲協會聯賽、日職以及西甲。另外仲有重慶乒乓球冠軍賽，敬請留意啦。今集節目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啦，拜拜。